过来消息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今仔公布2月份的景气报告。今年1月，制造、服务甲营建业拢表现了袂歹哦，特别是服务业甲营建业，连续3个月拢有成长，制造业的成长率嘛创22个月来的新高。大经济观察全球经济情势显示，景气摆脱阴霾，恢速度比想的较紧。全球经济成长率为2.3%上升到2.4%，台湾也受影响扭起来。今年1月份，各项经济豆豆回，国内制造业受惠半导体供应链库存豆豆消化 ，AI 晶片市场扩大这因素，外销市场比顶半年来讲好真多。除了资通讯产品一枝独秀之外，其他的嫩芽也开始慢慢冒出来了。所以对于制造业来说，今年渴望优于去年。传产渴望逐季的开始往上扬，营建制造跟服务那个部分其实都是往上那这个是过去几个月比较少看到的现象。今年1月，制造业、服务业、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拢同步加悬，特别是服务业甲营建业出现连续3个月拢起的态势。制造业除了连续2个月起来，佫创下22个月以来新高。伫营建业方面，受惠年底赶工的大月，甲在手工程案量增加这因素，当时的气氛是慢慢好转。制造业的部分，因为资本支出也会逐步的一个上升，那么所以在这个部分也会持续的，那么来带动像是民间的这方面厂房、厂办它的一个建筑工程，以及在机电工程整合这个部分的一个业务量。大经济预测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是3.5%，甲去年底预测是同款。不过，伫消费者物价指数方面，有新的一寡杂品甲变数出现，比如电价可能起价因素等等。所以，个谨慎观察，是毋是带动新一波起物价？记者综合报道。